面對 haters 嘅反應，呢一條片咧，我好想俾接觸網上面嘅任何朋友，或者你係身心靈導師、教練或者療愈師都好，乜都好。我相信咧，你不斷去製作唔同嘅內容啦，其實好多時你嘅起心動念都係好好嘅，即係你好想俾到價值呢個世界，你好想將你嘅故事或者你嘅世界觀分享俾人，令到更多人有唔同嘅得着。但係咧，總會咧有一啲人咧去留言啦，或者有啲説話啦，令到你哇，究竟你以後應該會點樣做啊？所以以下咧，我有5個重點，我好想俾一份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同埋我世界觀，或者你當係一份禮物都好啦，去感受下。咁呢條片咧係一刀不剪嘅，亦都唔會加任何配樂，所以你可以 fast forward 去睇。第一樣嘢就係話，嗯，Alan 你係咩嚟㗎？你係身心靈導師嘅喎，咁你應該要點？應該要點樣去回應佢？喺我世界裏面冇應該，身心靈導師只不過人哋對我哋嘅 label。我唔覺得我自己係，我係咩？我係 Alan 音，即係我係 Alan 咯。我係睇我自己，所以我用點樣嘅方法去回應呢個世界係我自己選擇。所以有 haters 去講我嘅時候咧，你會見到我好得意嘅，我會 fight back 嘅，即係話我會同其他人唔同嘅，其他會用光、用愛、用慈悲啊，我要轉化一秒轉念咁樣，我唔會，sorry。因為如果無條件嘅愛唔包括自己，唔包括自己嘅情緒呢，我都未接納我自己嘅時候，我冇辦法接納別人。所以第一樣嘢，咦，原來我有感受喎，我去回應翻你。所以你會見到，喂 YouTube 啦或者 IG 啦，你講一啲説話唔尊重我嘅，我就會 fight back 㗎。但係同時我有覺察係乜嘢呢？我有覺察就係我唔會捲入呢個漩渦，即係話我呢個情緒完咗就完咗啦。所以你哋有唔同嘅人睇法，喂，對於你自己你應該要點樣啊？你作為療愈師啊，你作為教練啊，作為什麼什麼都好，我想同睇緊呢條片嘅朋友講話，你唔需要理佢哋噶，因為點解呢？因為呢個都係佢睇你啫嘛，唔係真正嘅你咯。真正嘅你由你自己去定義，所以唔需要理呢啲 haters 嘅。咁第二就係、好啦，咁你修行喎，咁你修行，你唔係講緊修行咩？你唔應該要點點點？Sorry，都係一啲 label。每一個人睇修行咧都唔同噶嘛。有啲人中意出家修行，有啲人中意在家修行，有啲人淨係喺內在修行，有啲人就喺金錢裏面修行。咁點可以用一個修行其中一個 model 拍落去所有人度呢？所以耶穌嘅修行同佛陀嘅修行都唔同嘅修行啦。所以我哋都唔係聖人。所以有人話：喂，你應該要點樣？喂，你作為一個修行人應該要點樣？真係要應該嘅咩？你要同邊個交代呢？每一個人嘅人生都係為自己啊，作為一個最終極嘅交代。如果你自己一生裏邊嚟講，努力去成為別人嘅定義，咁你都冇成為過自己真正嘅自己嘅時候，咁人生又有啲咩意義？可以將喂坊間佢覺得你應該係點？喂，應該係聖人嘅模式，你應該要咁，將呢啲 label 拆開去，你係可以接觸翻最真正嘅你，然後去回應翻呢個世界。我好希望俾到一個力量大家，而同時我都俾緊力量我自己。第二，就係尊重，尊重係乜嘢呢？如果嗰個留言，喂，有啲人真係好好啊，你輸出咗一個好好嘅信息俾佢，咁好啦，咁佢感受到佢多謝你，10倍奉還，我都會好感恩佢。所以我相信，睇緊呢條片嘅朋友都係，佢尊重你，你都會好尊重佢。咁你誒10倍奉還啦，或者2倍奉還乜都好，我相信我哋都會咁樣對人。但係如果有啲人，喂，講啲嘢其實都冇價值，亦都真係求其留兩句言，但係你做 research，你做你自己嘅調整，又拍片又成，你都搞咗好耐，嗰啲人就不值一提。咁我自己做法係點啊？同我走開，離開，唔需要喺我度出現。個原因係你建立出嚟呢個 channel，咁點解要容許一個傷害你嘅人喺你身邊咧？咁呢一個都係我自己嘅責任啊！所以我想俾睇緊呢片嘅人，如果佢唔尊重你，就請你亦都唔需要尊重佢。但係當然啦，你自己可以選擇個強弱啦，你可以選擇 fight back 嘅力度，究竟幾大力，你自己去揀。但係你可以容許佢唔存在。付出呢，因為你已經花咗好多時間，你唔識欣賞，我覺得真唔係問題。但係你都收下把口啊，即係簡單啲講，你都
都檢視下你自己。即係你講一句説話嘅，其實真係好簡單。但係對於當事人嚟講，或者什麼都好，你自己都諗清楚講呢句説話嘅，其實有啲咩價值同意義。好，第三就係無條件嘅愛。無條件嘅愛，我成日都講，哇！無條件嘅愛要包含晒呢個世界。好啦，啱嘅。無條件嘅愛，我嘅睇法就係，如果無條件嘅愛唔包含我自己，點樣無條件呢？即係話，如果無條件嘅愛，喂，原來自己有情緒喎，自己有諗法喎，我都冇去關心，跟住你講嘅嘢係就係啱嘅，跟住我就要用光與愛去淨化你，我覺得有啲奇怪。所以如果呢個世界有正能量同負能量，都係我嘅一部分，我哋唔係更加需要愛自己嘅正面同負面咩？負面都係一個部分嚟㗎。好多我自己睇就係好多個，即係喺修行嘅時候遇到一啲樽頸位，就係佢學咗一大堆爛餐嘅好靚嘅語句或者嘅宇宙法則嘅嘢，然後呢，就覺得自己唔應該有嗰一啲嘅部分，咁然後呢，就出現咗一個好大嘅瓶頸位，或者自己都卡到死咗，唔學好過學嘅。所以我好想講嘅就係話，負面其實都係你嘅一部分。如果你一旦接納咗呢個負面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就會正面。因為負面其實有機會去提醒緊你，喂，憤怒提醒緊你，你要揮 back 一啲嘢，焦慮提醒緊你要做啲 planning，呢一啲咪就係你可以正面地運用佢咯。當你接納咗你自己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更加接觸到最真實嘅你。無條件嘅我想帶出嘅就係，我相信一定要包括我自己。咁你自己去消化下，究竟我講嘅嘢啱唔啱你用？唔啱用嘅，咁咪拎開咯。亦都唔需要講一啲留言去話俾我知。如果你講嘅説話有建設性，OK，多謝接納。如果你講嘅説話只有批評或者係講一啲傷害性嘅説話，咁就亦都冇需要。咁所以睇緊呢條片嘅你，如果你都同我有同一個狀態咧，我都希望呢條片咧俾到一啲價值你，點樣去看待呢啲説話。第四就係容許，容許乜嘢呢？容許有人即係懟你嘅。呢個世界就係有唔同嘅人，同一條片一定有唔同嘅睇法㗎啦。同一個信息都有唔同睇法，亦都容許他人愛你咯。因為容許係咩呢？即係話，喂，有一啲人就唔喜歡你，無論你講幾多次，佢都唔中意㗎啦。咁咪容許佢走咯，冇所謂。但係你一旦容許咗佢走呢，你都會容許到愛你嘅人繼續留低。因為愛你嘅人呢，係無論你做啲乜嘢，其實佢都會支持你。你身邊都有啲朋友㗎，你都唔使同佢講太多。但係你身邊總有一啲人就係無論你做啲乜嘢，佢都可以睇到一啲唔好嘅嘢。其實佢睇緊嘅真係你咩？其實都唔係你嚟。佢睇緊嘅只係佢唔接納自己嘅一部分啫嘛。我成日講一個例子，呢支係筆，係咪？狗仔嘅角度就係骨。咁究竟筆定骨呢？咁好多人都答到啦，無自性本質啦。空性嘅意義底下就係、是，咁佢係筆，亦都係骨，咁咪係咯。咁即係話，佢可以係筆，可以係骨，亦都可以唔係筆，可以唔係骨。咁即係話，佢根本呢個定義都唔係自己俾自己，係人哋俾佢嘅啫嘛。所以佢睇到你係乜，其實就係佢自己係乜。所以將呢個觀點歸還翻俾嗰個人，其實都唔關你事。只要你自己去睇翻你自己究竟係乜嘢就可以啦。所以容許愛你嘅人留低，容許唔愛你嘅人走。好，第五就係選擇你要嘅生活圈子啦。即係話，當你一旦容許發生啦，就係你揀翻你嘅，喂，究竟有啲乜嘢你嘅粉絲，或者有啲乜嘢你嘅朋友、你嘅屋企人，你咁咪揀翻嗰啲人，然後你就要揀，喂，嗰啲人唔需要你，你亦都唔需要佢，叫佢行開，離開我嘅世界，離開我嘅圈子。當你為自己設立咗一個安全界線，有一個咁樣分離嘅時候，你唔會俾佢傷害到。所以重點就在於你自己點樣揀翻你生活嘅圈子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我都會同啲 haters 講，你任何嘅留意，我都會去反擊嘅。但係同時我帶住覺察，即係我反擊有個亮度，有個力度，我已經同以前有好大嘅唔同。所以你睇我教緊嘅係咩啊？覺察係首先要接納自己好多嘅部分。如果覺察唔接納自己正面，唔接納自己負面，淨係接納自己正面，哇，咁好棘啫。咁即係話我每一日都聖人冇咁樣行出嚟，特別喺香港呢個社會，我覺得係好難用到。所以好多學身心靈學到某一個點嘅時候咧，就卡咗喺某一個位，其實好痛心，就係因為冇接納自己完整。所以我睇嘅世界好簡單，就係要接納自己全部，然後揀翻你自己生活圈子。總結
你一定要帶住覺察，即係咩呢？我知道我今日做緊乜嘢，我知道點樣回應呢個世界，我知道點樣嘅情緒，我係點樣嘅狀態，呢個係我知道。但係同時，我容許，我容許咩？我容許我自己成為翻真實嘅自己。我一旦容許我自己，力量就喺呢一度出翻嚟。我亦都唔需要因為你講 A、B、C 而我覺得點，但係我可以選擇我點樣回應翻呢件事。咁呢個回應對於我嘅世界裏邊嚟講係咩？我要去 fight back 為自己發聲，但係同時我亦都唔會有一個傷害或者攻擊 haters，我亦都唔會講翻一啲説話去傷害佢，因為呢個係佢嘅睇法。所以我睇佢，佢只不過唔知或者唔明，或者佢唔懂得尊重人。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我自己啊，都唔會，我自己都唔會喺人哋嘅地方留言，什麼什麼，即係我都會有一啲影片我又唔認同嘅部分，咁我咁可能佢哋都有學習嘅部分呢，可能佢都可以成長。不如我講一句説話鼓勵下佢啦，即係我覺得我自己會咁樣做，當然唔係話所有人都要咁啦，但係人類唔係最基本要尊重嘅，咁所以當我哋都有尊重嘅時候，好啦，我對我自己發聲，咁就已經 OK 啦。所以我希望睇到有緣分睇到呢條片嘅人，你都面對好多 haters，就用呢一個即係睇下用唔用到啦，即係匹配到你嘅諗法，你覺得一兩招用得到嘅就用。所以希望你都有一個好好嘅人生啦，亦都可以為自己生命發聲啦，去成為一個真實嘅自己。以上呢個內容就係我今日我好想拍俾無論 haters 睇到呢條片嘅你，又或者需要呢一條片嘅朋友仔，希望你攞到一份力量去睇到自己嘅人生。多謝，食飯先。